潮流品牌，售價媲美傳統高檔名牌。而家唯有專攻只係喺日本發售嘅款式。寫明 Japan Only 嗰啲就一定更加要攞多啲啦，因為佢寫得明嘅話就香港唔會出咯。潮流嚟得快，走得亦快。一個品牌要長期保持人氣，唔只要有出色嘅設計，更重要嘅係有好嘅市場策略。限量出品、明星效應，每週有新貨面世，不停帶嚟新鮮感，就自然能夠捉住消費者嘅心。種類亦都越嚟越多。經過13年嘅發展，呢個日本街頭品牌已經走進國際市場。跟住去着，佢着出嚟可能係得到個潮流或者個認同，會因為個價錢而去睇啦。有咯，一隊有咯，一隊3個幾鐘㗎啦。呢條人龍唔只有本地人，仲有人專程喺第二度嚟。開幾個小時啊？10個小時。Why do you like it? The way that it looks. Yeah, nice clothes. 負責拉開新店大閘嘅係創立呢個品牌，今年35歲，人稱 Legal 嘅長尾智明。喺香港嘅專門店係品牌全球第31，每次都百幾人㗎啦，然之後再喺翻門口見到佢本身日本嘅定價都要 over 3萬yen，咁可能一件 T 恤嚟講，差唔多接近3000蚊咧，係相當貴。呢個香檳樽原來入邊擺咗一件 T 恤，特別嘅包裝亦都由